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爆发疫情，数万工人徒步返乡逃离，引发关注。分析认为，逃亡工人是中共清零防疫政策的受害者，在中共政府洗脑宣传下，对疫情过度恐惧，不接受富士康与国际接轨的宽松防疫措施，最终上演了一出逃亡悲剧。郑州富士康是苹果手机 iPhone 14的主要生产基地。近日，该厂区出现疫情，由于工人害怕感染和隔离，大规模出逃。因为防疫交通管制，很多人无法搭乘车辆，只能徒步返乡。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内外媒体的关注。11月4日，评论人士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中共病毒清零洗脑政策。郑州富士康工厂有超过90条的 iPhone 生产线，约有35万名工人，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50%的生产业务，是 iPhone 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日前，中共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包括建设社区大食堂、托儿所。分析指出，这和各地重建供销社相互关联，实际上是进一步国进民退，用国有经济来掌控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通知要求各地在社区配建综合服务设施，包括幼儿园、老年服务站、医疗服务站等，每100户居民服务设施配建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通知还要求各社区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等，试点工作期为2年，同时在全国宣传推广。专家指出，中共现在的做法从供销社开始，食品、商品整个市场供应和销售，然后把这个跟国有的食堂联系起来。预计下一步，私营的商业企业轨迹空间会进一步缩小甚至关闭，私人的餐馆餐饮业也会受到打击，这是进一步的国进民退。习近平要用国有经济来控制老百姓，最后一定会导致当年大饥荒的重演。11月5日，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政府人员正在乌克兰检查美国提供的军事设备库存，这是对提供给乌克兰军事武器装备展开追踪工作的一部分。自从俄军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近180亿美元的军援，华盛顿希望确保军援不会被滥用。鸿海科技集团与沙烏地阿拉伯公共投资资金合资企业正式成立，打造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国家电动汽车品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公共投资资金主席穆罕默德11月3日正式对外宣布消息，预计2025年开卖电动车，锁定阿拉伯、中东和北非市场。马克思接管推特后，推特相继关闭了6个分别与中国和伊朗相关的虚假网络平台。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联合一家实验室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虚假网络报告。报告称，推特关闭了3个与中国、3个与伊朗有技术联系的虚假网络。这些网络利用美国中期选举等话题，试图传播分裂美国和扩大美国政治分歧等言论。报告发现，这些虚假网络活动地址表面显示的是美国，但实际来自中国和伊朗。来自中国的虚假内容，多数涉及美国政要对台湾问题的评论和对中共的立场态度等。而伊朗的虚假信息多是传播美国激进左派分子对伊朗现政权有利的观点等等。